咱再来看美国总统的当选人川普拍选战的时，讲要扣关税，和产业回流美国，加强出口的管制。佮准备要针对中国提出要扣60%的关税哦。咱国的经济部是表示讲，应该会有部分的台湾企业受惠。也毋过，川普就任了后，对咱台湾经济甲贸易会有啥影响？目前是个正歹评估。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将要回归白宫。在选前，伊提出的关税政策，促进产业回流美国，加强出口管制，加速甲中国的战略脱钩。外界有指，恐惊国再拍关税战，也看重台美贸易未来的走向。外交部次长陈亮讲，29日发起进行专栏报告，讲会密切注意川普的经贸人事布局，也讲台美经贸科技对话已经建制化。预期川普政府上任后将延续包括出口管制、投资审查等各式反制措施，以持续维持其领先的地位，并防范中国取得各项新兴关键科技。陈亮讲强调，台湾是美国供应链互惠互补的合作伙伴。美国去年也成做台湾对外投资的第一个选项。台湾的企业对美国投资有可能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。也若川普主张单边主义，李伟关心讲，是不是促进台美的 FDA 谈判？在美国振兴制造业的政策目标之下，跟他来做这个双边的对话，能够推动台美之间的贸易协议是有可能，但是要有创意的做法，而且我们要努力来推动。针对着川普拍算对中国全面提出60%的关税，经济部次长陈正奇讲，有一寡台湾的企业将会因为转单效应受到好处，但是可能对台湾的经贸带来更加侪无确定性。也立委问讲，川普所推出的美国制造，那呢，咱护国神山台积电的2奈米先进制程，敢会被提起美国市场？2奈米的生产在台湾2025年就投产，美国2028年投产，而且研发中心在台湾，先进技术会在台湾，并且台积电在台湾的扩厂的速度远高于它在世界扩厂的速度。台湾有1209间上市贵公司去中国投资，以资通讯产业为主。以后面临着美中贸易战的冲击，会第一个受到影响。但正奇讲，鼓励台商回流，政府也协助分散市场，转移到新南向国家投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